来看台北天文馆哦，今仔卖透过网络直播暗时的月亮。今年佮特别甲利用甲工研院做伙开发的人工智慧的技术，要带民众哦，除了看月亮，佮要透过新的技术来了解月球。第二中秋节，台北的天文馆有不少民众带囡仔来佚佗。官方表示，今年中秋除了是超级月亮，也可以当看到有土星在月亮边啊。另外，为着要让民众通看到中秋月亮甲土星，17中秋暝台北天文馆会伫 YouTube 开直播，官方会甲工研院开发的 AI 观轨镜做伙来甲民众介绍月球甲中秋节的相关知识。因为月亮其实很大，所以它可以用肉眼直接看到。那如果不方便的话，可能可以透过我们的天文馆的直播频道来，因为我们在今晚会有一场直播，在解释跟月球相关的一些内容，像是月球的一些知识，或者说一些开放式的提问，甚至我们会加入 AI 的问答。根据气象署的资料，每暗5点28，伫咧宜兰花莲的民众会大声看到月亮。不过天文馆表示，若准北部地区和都市的民众要看月亮，要是暗时7点过，月亮较悬的时，较袂互大楼悬山砸到。也若暗时在台北天文馆有一系列的活动。除了播状元活动以外，我们还有展示场的延长开放，还有立体剧场、宇宙剧场都会延长开放到晚上8点。那外面还有赏月的活动，我们会把几台望远镜一字排开在外面，让民众能够透过望远镜欣赏月亮。官方表示，网络直播的时间会对暗时7点半开始，也若台北天文馆自暗时7点到9点之间，会有老节的音乐会和颁奖员提月饼的活动，结合科技、艺文甲传统人文，互民众除了项目，也可以当来博物馆体验无同款的中秋暝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